是18歲的青年很頹，誰人願伴你到成年，停留進俗世裏浮沉，狂浪被伴你旅行，如途中見面，只可惜風景都錯過，差一點方可親我，喜歡這種我放我而你當天的街巷中抱過，吹起的煙圈中說過，心中這一回應像是燃的愛火，可燒上
這花可遇嗎？今天開始新出發嗎？到過了吧，忘記了嗎？窗紗邊餐台的